继续来关心，在台南有一间电镀工厂，昨昏发生同案的意外。业者讲，外包的厂商伫咧补药水的时阵，无细致甲漂白水淋入去，煞产生裂气。消防局讲，有相关人员拢紧疏开，用储水的方式，互裂气变薄。若即个意外有一个人救无倒来，10个人送病院，其中有4个人伤势是较严重。 大量水雾一直喷入这间电镀厂，因为倒伫24下昼2点外，台南消防局协报，电镀厂发生公安意外，其中一个人伫现场已经失去喘气心跳。因为它的 PAC 的部分加漂白水，产生氯气之后，它那个闻到之后，就整个昏倒了。倒倒的部分有一个现场 O 卡，然后4个部分严重的整个呼吸道灼伤，6个部分因为身体不适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后送了。 警消挂面搭到场抢救，现场除了喷水雾，降低氯气浓度，也开启风信通风。根据业者表示，是外包厂商在做补药水作业的时，亲像将漂白水浸到助力化炉，再产生有害气体，造成员工陆续出现身体各样，只受到1名员工就安尼失去性命现象，和业者真艰苦。当然了，他从那个退伍汉我做到现在。 跟钢酒拢真好。对啊，汉我换了2个工厂。对你事情来讲啦，PS 新泡完，我一定爱先迄个讲，我一定爱先提开洗，因为 PS 跟漂白水不相容嘛。对。我一定爱讲洗，我那洗，我用了搁个倒对 PS 去。哦，变成漂白水怕被 PS 来对伊安尼。对啊，我看到迄个，我害死一个人，我无惊。 环境部专业技术小组也去现场监测空气中的氯气浓度，目前所有员工拢已经完成疏散。后续状况由爱单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